心。繁忙嘅都市入邊有好多急速嘅步伐，資訊嘅發達，資訊嘅科技，有時太多，讓你都塞唔晒入你嘅腦入邊。每日嘅資訊流動，新聞消息，你可能會講我好忙㗎喎，邊有時間做呢啲嘢啊？你一定會話俾我知你有幾忙，家庭嘅忙碌，工作嘅忙碌，但係我想邀請你俾自己10分鐘，讓呢10分鐘你感受寧靜嘅自在，讓呢10分鐘你回到呢一個當下，感受翻你自己內在嘅想法。你入邊會唔會儲存咗好多情緒嘅垃圾？係時候攞起一把溫柔嘅掃把，同一個理解嘅垃圾袋喺你旁邊啊！而家可以揾一個位舒服地坐喺度，慢慢合上雙眼，記得將你嘅手提電話同平板電腦拎埋一邊啊！可以嘅話，校咗飛行模式先啦。我哋準備開始啦，可以俾自己一個深呼吸，然後觀想內在。咦，你又嚟咯喎，你乜都睇唔到，唔緊要，你可以慢慢去感受空氣中嘅流動，身邊嘅聲音嘅震動。只要放鬆你個膊頭，慢慢深呼吸，感受呢一刻嘅舒服。記得放鬆你個膊頭啊！我哋而家慢慢休息一下，感受到你內在嘅情緒收埋咗喺邊未啊？有啲人會收埋得好入噶，不過唔需要擔心，可以再同佢講聲我喺度，我會同你一齊行，同你一齊去感受佢。你可以慢慢拎起你旁邊嘅溫柔嘅垃圾袋，將佢放去入去，感受將呢一啲你唔再需要悲傷、憤怒、一啲怕醜、好驚俾人哋睇唔起嘅感覺嘅情緒，將佢塞入呢個垃圾袋度啊！唔需要逼自己，只要慢慢將佢放入去就得噶啦。今日放住咁多先啦，唔需要太急速去行得太前，只需要慢慢去感受。你要記住，你先係你自己嘅治療師啊！去到你覺得 OK 嘅時候，你可以溫柔地將呢個垃圾袋索起嚟，完成咗之後，你可以將呢個垃圾袋索起去，拋出去，然後同佢講聲再見。你可以再俾一個深呼吸自己，然後同大地媽媽講聲多謝。完成咗之後，你可以再俾多個深呼吸自己啊！慢慢張開你雙眼，感受你嘅手，感受你嘅腳，最後可以俾一個擁抱自己，同自己講一聲多謝你。可以嘅話，你休息一下，因為你成功咗第一步啦。相信自己找到內在嘅平靜，亦都相信你有好大嘅勇氣行得在前，你更加有能力去強化你自己嘅創造力，最後你嘅靈魂得到滋養，啟動呢個智慧之泉，開啟呢個慈悲之門，讓你行入去感受。多謝你哋收聽 Soul Talk， 我係你嘅心靈清道夫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